民數記第33章，以色列人按着軍隊，在摩西、亞倫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，畫作站口下銅，記在下面。摩西遵着耶和華的吩咐，記載他們所行的路程，其路程乃是這樣：正月15日，就是逾越節的次日，以色列人從蘭塞起行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無懼的出去。那時，埃及人正葬埋他們的長子，就是耶和華在他們中間所擊殺的，耶和華也敗壞他們的神。以色列人從蘭塞起行，安營在疏割；從疏割起行，安營在曠野邊的以躺；從以躺起行，轉到比哈希錄，是在巴力洗分對面，就在密奪安營。從比哈希錄對面起行，經過海中，到了舒爾曠野，又在伊坦的曠野走了3天的路程，就安營在馬拉。從馬拉起行，來到以林，以林有12股水泉，70棵棕樹，就在那裏安營。從以林起行，安營在紅海邊；從紅海邊起行，安營在汛的曠野；從汛的曠野起行，安營在脫迦；從脫迦起行，安營在亞錄；從亞錄起行，安營在利非定，在那裏百姓沒有水喝；從利非定起行，安營在西乃的曠野；從西乃的曠野起行，安營在基博羅哈他雅；從基博羅哈他雅起行，安營在哈洗錄；從哈洗錄起行，安營在利提馬；從利提馬起行，安營在臨門伯列；從臨門伯列起行，安營在立拿；從立拿起行，安營在勒撒；從勒撒起行，安營在基希拉他；從基希拉他起行，安營在沙斐山；從沙斐山起行，安營在哈拉大；從哈拉大起行，安營在馬吉希錄；從馬吉希錄起行，安營在他哈；從他哈起行，安營在他拉；從他拉起行，安營在密加；從密加起行，安營在哈摩拿；從哈摩拿起行，安營在摩西錄；從摩西錄起行，安營在比尼亞干；從比尼亞干起行，安營在喝哈及甲；從喝哈及甲起行，安營在約巴他；從約巴他起行，安營在阿博拿；從阿博拿起行，安營在以旬加別；從以旬加別起行，安營在尋的曠野，就是加低斯；從加低斯起行，安營在何爾山以東地的邊界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後40年5月初1日，祭司亞倫遵着耶和華的吩咐上何爾山，就死在那裏。亞倫死在何爾山的時候，年123歲。住在迦南南地的迦南人亞拉德王聽說以色列人來了，以色列人從何爾山起行，安營在撒摩拿；從撒摩拿起行，安營在普嫩；從普嫩起行，安營在亞伯；從亞伯起行，安營在以耶亞巴林摩押的邊界；從以耶亞巴林起行，安營在底本加得；從底本加得起行，安營在亞門低比拉太陰；從亞門低比拉太陰起行，安營在尼波對面的亞巴林山裏；從亞巴林山起行，安營在摩押平原約旦河邊耶利哥對面。
他們在摩押平原沿約旦河邊安營，從伯耶斯末直到亞伯什亭。耶和華在摩押平原約旦河邊耶利哥對面曉諭摩西說：你吩咐以色列人說，你們過約旦河進迦南地的時候，就要從你們面前趕出那裏所有的居民，毀滅他們一切站城的石像和他們一切鑄成的偶像，又拆毀他們一切的邱壇。你們要奪那地，住在其中，因我把那地賜給你們為業。你們要按家室拈鬮承受那地，人多的要把產業多分給他們，人少的要把產業少分給他們。拈出何地給何人，就要歸何人。你們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。倘若你們不趕出那地的居民，所容留的居民就必作你們眼中的刺，勒下的荊棘，也必在你們所住的地上擾害你們。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樣待他們，也必照樣待你們。